各位兄弟平安。咱今日所读的圣经是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23节到41节。这段圣经迄个时间点，我小可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哈。保罗总共有3摆的传道旅行，今仔日所记的这段记事，是伫保罗的第2摆的传道旅行中间发生的事，地点伫以弗所，代志是安尼发生的。以弗所人拜一个女神，名叫做阿底米。你会使甲用台湾有人拜妈祖类似迄情形去甲想啦吼。台湾拜嘛是女神吼。以弗所这个神明叫做阿底米。以弗所人为阿底米这个女神所起的庙，是古早册记载讲，迄个时阵7大机关之一啦。伫迄个时阵讲有7个大建筑，其中之一是阿底米的女神的庙。伊主要的建材是大理石，有127支的石条，拢用大理石来做的。每一支石条有60英尺悬。伊的至圣所是无厝顶，直接通到天。一人伫迄个时阵，伫小亚细亚咧佚佗的时阵，来到以弗所。真侪人爱买银做的神庙的纪念品，那像咱去某一个所在佚佗，咱就买迄个所在的建筑物的纪念品，也是迄个所在出名一个景点的一个纪念品，肖像。真侪人去个所在爱买纪念品，有人摕回去做纪念，甚至有人摕回去嘛摕回去咧拜。圣经记讲。阿底米的一个手工艺的工人，做专门咧做这个细线的这个神庙的人，有一个工人讲，为着阿底米女神的荣光，使徒行传19章27节，嘛为着因受影响的生理，使徒行传19章25节，因为保罗伫遐传道理，伫遐人无爱买迄个像，因的生理受影响，为着这2个缘故。讲西索正人就去掠保罗的同工，就是马其顿人加油甲阿里达古这2个人。这个纷争甲非常的大，后来伫这个城的书记伫遐拜托请求之下，正人才离开。咱倒转来，伫这段记述、这段圣经中间，咱要问一项代志：保罗伫以弗所是安怎互告？是啥物代志互告？那你是因为伊传一句福音，这句福音感觉讲这足平常啊，真基督徒感觉足自在的事啊。这句话是讲人的手所做的，毋是神。巴克的译本讲手所装的，毋是神明。中文圣经翻成人所做的不是神。这对基督徒来讲，这不就是安尼啊？这是事实啊，是明的代志啊。人的手所做的，要哪会是神？毋过，当保罗对以弗所的人传这种福音的时阵，圣经使徒行传19章23节安尼甲咱讲，伫以弗所这个城起大扰乱，扰动迄个所在的人。安尼，咱要问一个问题：福音会互人的心扰动无？福音会互人的心扰动无？你兄弟，咱毋通永远毋通袂记咧这样代志。耶稣基督这个世间上大福音，甚至咱来讲，就是福音本身，当伊道成肉体诞生伫这个世间的时，马太第2章第3节安尼记讲，希律王大大不安，希律王的心大大受扰乱。所以，类咱来想，福音其实有2面。头一面，互劳苦背重的人会当得到安息，福音有这一面；总是另外一面，福音嘛，互一寡违背上帝生活规则、定见、产生挑战。福音有伊的2面，互无平安的人得到平安。总是咱嘛毋通袂记，还有另外一面，互一寡过头平安的人得到无平安。你若讲这是扰乱，这就是扰乱；甚至你若讲这是革命，这就是大革命。福音要伫咱个人的生命，要伫社会行为，甚至要伫咱的伦理标准提出伊的挑战。这个挑战，我要分享3项。福音临到这个世间的时，
其实有起扰乱，伫三种情形的中间，头一种，咱个人的生命会得到改变。咱原主本安尼都话好势好势，毋过咱得到福音了后，咱会感觉过遐所做、过遐所想的，咱感毋好，咱爱甲气杀，伫上帝内面成做一个新的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7节安尼记讲，老人踮伫基督，伊要成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。大拢变成最新的，敢真正呢？我举一个例，我真爱读一寡教会史的人物的资料。有一本册我读了搁读，读了搁读，迄内面的故事真精彩，发生的事到今仔日，也搁影响到今仔日。迄本册是黄武东的回忆录。黄武东牧师，咱中间要知影这个人，还是捌伊的人，请举手一下好无？黄武东牧师。感谢主吼，也阁未少人捌你吼。我国语礼拜有较少一撮啦，少年囡仔较少人捌你吼。我趁这个机会啊，互恁捌黄武东牧师。黄武东牧师对台湾教会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吼。黄牧师讲伊的这个手指脯仔内面常常刻一个人的像，迄个人的像毋是伊的爸爸，是伊的一个李怪杰啊吼，迄个名叫做李怪。怪是提手旁个是令吼，讲怪迄是怪吼，李怪。啊，李怪是一个清朝是一个土匪，这个人抢劫、强奸、杀人，无啥物歹代志无做的。啊，这个人后来信了说，活命得到大改变。讲细汉的黄武东牧师足爱听伊古早做土匪的故事。啊，黄武东牧师特别伫伊的回忆录中间记这样事讲，啊，阮这李怪杰啊吼。甲我讲，伊做土匪哦，也佫有原则呢。土匪也有原则呢。土匪有啥物原则？三不抢，有3种情形伊无要抢。第一种无要抢本尊，伊当后了的人，伊无要抢当后了。第二，不杀妇孺，妇女甲囡仔伊无要杀。第三，不侵同业，工业的伊袂去遐抢。问题来啊！面顶头无写土匪，你也知伊工业？工业的。讲暗时较早人点咧臭油夹，啊，咱的人欠暗时吼都无点，啊，迄间厝若点吼，啊，表示讲啊，迄工业的啦，用安尼做记号，啊，讲我嘛是土匪啦，吼，讲这3种原则伊无要抢，哦，黄武东牧师伫个回忆录吼，伊细汉时，甲这李怪咧讲话，听见这笑话，这故事安尼，但是是安尼，黄武东牧师的爸爸开一间干妈店。咱即马真少看干妈店吼，即马拢变做7-11啊。啊，李怪常常甲即间干妈店吼，啊白食白啉，食咧啊喙切切咧做走安尼，啊无人敢讲安怎。啊，黄武东牧师的爸爸啊，这都咱东后寮出名土匪哦啊，你要食啥就做你食，要摕啊，反正也甲我摕袂了啊吼。一直到有一天，李怪过来摕一寡日用品。摕了的是到伊咧柜台咧算钱的迄个所在，啊，甲黄武东牧师的爸爸安尼讲，黄先生，啊，甲我算算咧好无？包括我以前拢甲你摕吼，请你甲我讲，甲我算算，我要还我清楚。黄武东牧师的爸爸看伊来，本来心就淡淡嘛吼，啊，今仔日讲一寡甲以前无共的话，我说更较惊，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安尼？哦，啊，那凊彩讲一个数目安尼啦吼，后来就暗啊对这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发现讲，这个人会打任务，安尼当后了，烟鸡烟蒸都卖，打巴拉烟鸡烟蒸都卖，对伊跟伊到厝讲，因祖公啊留予一块细块地吼，已经为200乌古井呛水出来，伫遐咧压遐咧木树。哦，啊，咱无像嘛，准备要接机啊，啊，伫遐开几个菜园，奇怪，伊亲手做正经事呢，已经家己要做正经的事啊啦。佫较奇怪的代志，黄武东牧师的爸爸讲，这个人啊，逐个到拜六礼拜吼，伊的行为拢甲人无共。拜六个是开始就毋做工啊，毋卖任务啊，毋卖巴拉啊，甚至嘛毋卖菜啊。伊讲。去人咧摇甘蔗，啊，古早庄脚咱有当时摇讲，咱即个甘蔗偌重吼，啊，有个人去得用破安尼吼，咱较早有算即款物件。你摇甘蔗的所在，对正人讲道，我这个土匪会对人讲道，就哪想哪奇怪。啊，你讲道的内容，你注意甲听，
引经据典，讲生事在人，无事在天。迄个天就是阮所信的上帝。奇才怪啊！这土匪这话是拢去对倒学来。爱讲天文，爱讲地理，讲有一摆某只西瓜，甲人讲地球是圆的哦。某当某说的爸爸哦，敢实在记赞袂掉。某一工拄到李怪就讲，你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你遐整个人拢甲以前拢无相像。讲李怪甲黄武当牧师的爸爸讲，我已经信耶稣，信耶稣，互我得到改变。感谢主。伊嘛邀请黄武当的牧师的爸爸讲，恁全家嘛就对我来礼拜堂，嘛甲阮信耶稣。感谢上帝，这个故事伫长老教会，我一直感觉是神圣的故事。上帝通过李怪的改变，也改变黄武当牧师因一家人，嘛，互长老教会得到一个黄武当牧师。伫北部教会甲南部教会联合成做一个总会时，年轻人记得台湾第一任总会总干事，他的名字就叫做黄武东。台湾教会上大一摆成长。咱即马400多间的教会，咱成长变到800-900间的教会。那一次的背家运动推行者是谁？黄武东牧师。我无直接咧乒乓个人，不过我相信上帝的计划是好，是水的。通过这个人，互这家庭得到改变。通过这个家庭的改变，伊要用一个人黄武当牧师。黄武当牧师细汉的时候，伊一直安尼。互伊足深的一个印象，就是伊这李怪杰啊，吼！伊细汉去主持路，恁敢知？我这看起来很酷呢。恁即马无人安尼去礼拜堂的。伊将咧担脸布甲担巴拉的担吼，这边担伊的养主，这边担黄武当牧师，担安尼去隔壁庄的牛台湾教会，迄阵同学了还袂识教会。黄武当牧师伫伊会录中间来讲，我印象足深的。细汉的时阵吼，若听见安尼，教会拢用弄鼓啊！我阁毋知影教会较早有一部的吼，弄咚，听到的时，还阁20分钟要礼拜。李怪就紧哦，脚步刷较紧的，过来听到咚，就是还阁10分钟。阮拢牧师讲好，迄个李怪节脚步就阁较紧，到礼拜堂下来。咚，就10点开始礼拜啊！若有人点伫祈祷，伊要诚侪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，大拢变诚侪新的，这是事实。伫教会事是事实，我相信伫咱的中间嘛是事实。我最近嘛读一本册，互我不止感动。我读林献堂的日记，1920年代。台湾1920，还是日本时代时，台湾人有一个台湾文化协会，伫遐咧抗日吼。我们设置阮家己的议会啦吼，读报纸互毋捌字的人听来演电，互咱一般的农民吼，知影讲世界发生啥物事，人的农业做啥物改革，人合作社做啥物代志安尼等等吼。林献堂是因带人，林献堂伫个日记中间记一个人，记一项代志。这个人的名叫做未来团，来是来去的来。团是团道理的团。林献堂伫日记记未来团这人的代志，伫伊的日记迄天安尼记讲，我读互大家听。10点，这看起来无妨教会礼拜原来是透早10点吼。那10点，招阮负责人，原文写内子啦吼，甲潘良、林潘良、林献堂的大囝。是咱长老教会长老呢，无妨教会长老做7年半呢。讲10点，交我负责人甲潘良去礼拜堂，看到牧师为未来团甲其他4个囡仔洗礼。来团本来是一个也跋也啉的人，去年渐渐产生悔改的心，接近基督教。今仔日竟然伫众人的面前受洗礼。林献堂安尼记讲。宗教感怀溃力大到安尼，我的心产生无限的感激。林献堂是一个还未信主的人，就伊伫参加迄天未来团的洗礼，
伊心大受感动。宗教会当帮助一个人改变到安尼。若有人点去基督，伊就是新创造的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一新的。福音要伫咱心底起扰乱。我的过去毋对，我放弃煞，我往一个上帝所欢喜的新的方向去行。这对咱济人的家庭，这拢是事实。但第二个，福音敢真正会挑战，互咱心起扰乱，毋然呢，佫会互社会起扰乱的。毋但个人，第二嘛要互社会起扰乱，互社会原来感觉讲啊，这个足平常的代志，总是伫福音的内面，要用上帝的听去关照这个事，去改变遐无应该的代志。我举一个例吼，耶稣基督搁活了后，伫使徒，咱看使徒行传开始咧记遐初代教会，咱发讲初代教会是伫对一个社会的下面咧成长。伫罗马帝国的社会内面咧成长，恁看罗马帝国有啥物款有啥物特色？哦，足特色啦吼，包括迄个赛马啦吼，啊，包括一个咱到即马，咱上次电影抑阁看会到一项代志，就是讲用人甲人相杀，奴隶甲奴隶相杀，做娱乐的代志。啊，一个若互另外一个杀了倒落受伤，重伤的是要安怎？我边迄个人就问安尼讲，啊要安怎？顶头的人啊，手比下面，哦，咱看电影拢不是还阁有一幕啊。顶头的人手比下面，意思就是安怎？甲杀死的。用人甲人相杀，人杀人，安尼做娱乐，这是罗马福音进入罗马社会的时阵，当时发生的事。耶稣基督的学生面对这个代志，有改变迄个时阵的社会无？有。恁去看历史，将即款的人杀人的残忍的代志解读是基督徒。基督徒迄个人甲人相听的迄款的人际关系，影响到迄个社会。福音敢有改变社会？我阁举一个例。咱知影北美伫早期，即澳洲的人刷去到北美的时阵，早期有即个黑人奴隶的代志，有饲奴隶的事。咱知影林肯总统了后，有尽伊的气力改变这个状况。总是认为咱爱知影这样代志吼。伫林肯总统出事以前，一寡基督徒就努力咧改变这饲奴隶的制度，攻击这款的制度。我举一个例，譬如讲贵教会免这边兰迪，伊招一场贵教会会友组一个联合人道会，关心这黑人的状况。伊家己写配互真济杂志，出足济小册子来反对奴隶制度。因为你清楚知影讲事，上帝若互咱成做伊的囝子，咱就是兄弟，就是姊妹。咱彼此若是兄弟姊妹，咱无法度因为种族皮肤的色地去分别，我是主人，你是奴隶。伊的信仰内面，伊无法度做这款的代志。我更较感动，我读到贵教会这兄弟姊妹做过的代志。讲这黑人当因开始若伫互人虐待要走，有人正手边要走去甲宾州，宾夕法尼亚州；倒手边要走去甲Kansas，北边要走到大湖区，甚至越过大湖区走去甲加拿大。一边要对南边要走去甲北边、东边、西边，一边无度走遐远。这黑人拢去秘伫地，恁敢知？秘伫这贵教会会友的厝，这贵教会会友吼，怎厝人挖地道，起一寡暗门，互因会当走到这个所在，会当秘入迄个所在。相关的记录，一间厝会当藏100外个人。讲遐黑人，遐黑人的奴隶主人，加减减的风声，无可能讲做这款代志，无人知啦。加减减的风声，就走到这基督徒的门口，双手一插，我的奴隶有伫遮无？讲这基督徒真自在，安尼甲因应答，阮遮一个奴隶都无，因嘛无感觉因白贼，哪有白贼？阮内面拢嘛兄弟姊妹，我若无甲半个奴隶啊，阮遮一个都无。就你遐这。耶稣基督的福音会改变个人，会改变社会无？咱伫遮基督徒看到因坚持信仰，改变迄个社会。安尼，咱嘛要问一个问题：耶稣基督福音进入台湾的时，有改变咱的社会无？
有，我举一个足简单的例，查某人读册的代志，女性读册的代志，到今仔日，我相信你我拢会感受到，到今仔日男女的状况也无完全平等，伫财产的分配、教育的重视等等，咱其实也无完全平等啦。咱今仔日伫咱的中间还佫一句话啦，吼，查甫若较慢读，查某若较好读，咱安怎讲猪唔肥肥对狗去，咱毋是到即摆安尼讲。总是认为，咱看讲，即个代志渐渐咧改变。对清朝到日本时代到今仔日，即个代志渐渐咧改变。头一个发起着改变的人是啥物人？是教会。我先甲大家讲吼，伫清朝时，若一个女性要读册的状况到底是安怎？我讲哦，清朝一个女子若要读册哦，爱有3项条件。第一，因老爸爱好野人，好野人的查某囝才有咧读册。第二，伊读到12岁，读到13岁就会使免读啊。读9页的文字，后一个恁翁写批互你，你看有安就使啊。第三，所读的内容是三从四德这款的物件，你安怎附属伫另外一个性别的内面？这是清朝的时阵，你若要读册，就伫这种的状况的内面。所以认为，我甲大家讲一项代志：1885年，咱教会公布开始印；1885年，巴克利牧师印台湾头一份报纸。这是1885，我特别搁强调这个年代。过当年1886年底，看一间学校的招生简章，迄间学校做新老女学，现在叫做长荣女中。伫这间新老女学的招生简章内面，伊提到7项代志，提到讲眠床你都爱家己看，网台爱扎啦，你的被罩拢爱扎来，哦，啊一寡私人的物件你爱家己扎。啊，来的时阵会记你早啊，2个人员啊做你贴你灰色的路用，毋是学费哦，是灰色的路用哦。哦，来的时我要教你背字，要教你写这个写字，要教你算术，教你一寡手工艺。哦，这上早期的职业教育啊，搁较要紧，我要带你读圣经，互你受到圣神的感动。等等安尼总共写7项，啊，我入去我甲大家读第7项。我逐摆人读到这条吼，感谢上帝。第7点安尼记，我用台语吼，读一摆，用华语读一摆吼。所要来读的囡仔，要紧毋通有白卡。那已经白了的，大声就该套。要来读的女孩，不要绑脚，不要缠足。如果你已经绑了，你要把它解开，因为这是台湾史头一份女性的宣言，台湾史头一份讨绑的宣言。迄款绑伫女性身躯顶，绑伫因精神顶，迄款的束缚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我要解套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改变咱的社会无？有，感谢上帝。北部马街所设的淡水河。南部中营所设的中营女中，这2间学校，我简单记一项书：耶稣基督的福音安怎通过这2间女学改变迄个时阵女性的地位？我头仔讲哦，你若伫清朝的时阵读册吼，你读三从四德遐物件，啊，你知影这2间女学的课程是上啥嘛？我头个大家听。我用蔡阿信做例啦吼，蔡阿信伫1896出世。伊在1900几年，蔡阿信去读册。蔡阿信咧读的课本吼，我读互大家听吼。伊读日语、读英语、读数学、读生物、读体育。恁甲我讲这样事，是我头讲清朝遐三从四德遐物件，会互蔡阿信做医生，还是后来我所讲这课程会互蔡阿信做医生？后壁这个。咱的女性的，咱信仰这女性的前辈，因通过这课程看到全世界，因通过这课程认捌什么叫现代化，因通过这课程知影什么叫科学，因通过这课程知影是什么叫语文教育。
福音全然改变早期台湾的状况。例如，唔那改变个人，互人踮伫基督，若有人踮伫基督内面，伊变做新创造的，规个代志已经价拢变诚侪新的，嘛改变迄个社会，互迄个社会抵挡上帝势力，会得到改变。最后一个，我要甲大家分享，福音是一个震动人的大消息啦。迄个震动唔单单伫个人、伫社会，嘛伫伦理标准啊。例如，咱咧读福音书的时，咱永远唔通袂记咧讲书。耶稣基督福音标准是甲这世间无共的。会记得耶稣讲一句话无？恁听见有话讲，总是我甲恁讲。什么做恁听见有话讲？我总是我甲恁讲。恁听见有话讲，遐讲的物件是旧社会伦理啦。若是我甲恁讲，迄是新社会伦理啦。迄个新社会是上帝特殊下面的伦理啦。迄伦理是甲头前迄旧伦理是无相像的伦理啊。所以你若看马太第5章38节以下，耶稣用3项具体例咧讲起讲，伫上帝的统治下面，伫上帝听的内面的伦理，安怎甲以前的人无共？伊记3个例啊。第一个，有人设立正手边的喙皮，连倒手边也好伊啊。第二个，有人要告你，摕你的内衫，连外衫嘛好伊啊。第三，有人强迫你行一里路，你就为伊行第2里啊！这是上帝国的伦理啊！福音来改变咱的伦理原则啊，改变咱的伦理标准啊！我真意爱一段圣经，迄段圣经的记载是，迄段圣经是路加第16章第19节到31节。迄段圣经咱真熟，真侪人伫主日都不时就听到这段故事。伫遐记一个财主甲列撒罗的故事。讲一个财主日日奢华宴乐，列撒罗是因厝的门口伫遐咧做去食咧，共分钱的。圣经无记到这个财主甲这个列撒罗有啥物对话，嘛无记讲这个财主安怎欺负这个善车人，嘛拢无当拢无写。不过圣经有记讲，到有一天财主是落伫阴间，这个列撒罗去伫亚伯拉罕的身躯边。这段圣经到底要安怎解释？一直真困惑阮遮读神学的人，因为财主也无敢讲，也无敢拍，是安怎后来得到审判，搞不清楚。不过，阮读神学的人有一个圣经记载以外的了解甲故事，传伫阮的中间，真深刻。阮这个故事是安尼讲，迄财主有一天吼，甲上帝argu斗，甲上帝辩论。上帝啊，你无公平，啥无公平？我对列撒罗，我毋捌拍伊呢，我毋捌讲伊呢，甚至我嘛毋捌骂伊呢，连甲银一个嘛毋捌呢。我什么都无做呢，我什么都没做啊。上帝应答是对一个艰苦人，你什么都没做啊，迄就是你的罪啊。对不对？今仔日毋是为日本的真在讲话。总是我想讲，有一代志可能会发生伫咱身躯边。有人无厝通住，有人失去伊的老爸老母。这个社会嘛，找一个人心存艰苦，有诶有忧郁症，有诶无伫伊的状况中间无法度脱离。有人破病着癌，倒伫眠床顶。咱袂当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我什么都无做呢，我无欺负伊呢。福音无法度。互咱对一个周围有艰苦的人，咱无起任何怜悯的心。愿上帝帮助咱通过今仔日更较深来思考，什么是耶稣基督福音？愿上帝帮助咱，迄个福音有气力改变咱家己，无气力改变咱今日社会状况。咱今日社会敢无需要改？足侪需要改。基督徒伫这需要改的代志顶面，咱爱做什么款的工？愿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知。福音嘛要改变整个伦理规则，互咱真正伫这个社会推动一个人甲人更较温暖的一种伦理规范。迄个规范一定是对耶稣基督来。愿上帝帮助咱，也帮助伊的教会，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正人的中间，你分别阮诚侪主你的囝子。主，阮也感谢你，就是伫今仔日落雨。
你也互阮欢喜倒转到主你的殿，甲阮的众兄弟、众姊妹做伙伫这个所在敬拜你，听主你的话，吟诗来学乐你。为了这个，阮要归荣光互你。但阮伫今仔日思考你的话，也恳求你帮助，互这个话真正会当帮助阮，互过一个主你所喜爱的基督徒生活。阮当心伫你面前的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